苏总，我们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找你，但是没有机会说。我上次去你家找你是要跟你道歉的。你玩游戏的视频是我前女友放到网上的，当然了，她也因此成为了我的前女友。你在我微信里，你们看我打游戏录屏，然后发到网上。不是我们看，是我看。我觉得你玩游戏的视频很有意思，就保存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，还重新录制放到了网上。是我不谨慎，抱歉。苏总这样的人，手机都不设防吗？我的错，百密一疏，大意了。我早就该把你拉黑了。不过你的女朋友现在应该很难过吧？你帮我转告她，承蒙错爱，我现在游戏代言续了3年。前女友。我现在单身，不知道你接下来有没有时间容我设宴，再表达一下歉。那倒不必了吧，反正事情都已经解决了。上次你在比赛上说，你还是单身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乔小姐有没有兴趣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？当然，是和旧的人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苏总。你问。你说你的女朋友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，你真的对我感到抱歉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反而有些得意呢？得意有人为你争风吃醋到这个地步啊！不能说是得意，应该说是饶有兴趣的在一边看着我如何应付。你说那天到我家找我是想跟我道歉，可是那会儿事情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吧？所以大概你是正好路过，兴致一来顺便道歉下。还有，比赛我赢了，如果我输了呢？输得惨烈呢？输得全网嘲笑呢？你还会站在这里跟我说这些吗？还有，我要回答一下你之前的问题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认真的，所以分手和别人没有一点关系。至于分手的原因，你忘了吗？其实有个事情我一直都很好奇，当初你叫我放弃事业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准备好跟我共度一生了吗？没有吧，你只是那么轻率地提了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到同等的位置上，而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，你一直都那么居高临下。我才受不了。苏总，我们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